早晨先生，早晨太太，你哋好嗎？我想介紹自己，我係 Tias Puji Astuti，我今年係42歲，我結咗婚啦。我有兩個女，一個女係10歲，同埋一個仔係6歲。我喺香港7年，喺3個老闆。第一次我住喺觀塘係2年，有先生有太太，有兩個仔係6歲同埋8歲。我喺嗰度有買餸、煮餸、接放學、送返學、做清潔屋企。第二次我住喺九龍，住咗喺4年，喺嗰度有太太、先生，兩個仔係 twins 嘅，佢係7歲，都係有買餸、煮餸、接放學、送返學、洗遮同埋做清潔屋企。第三次喺元朗。喺元朗我住咗係1年，喺嗰度有先生、太太同埋一個仔係8歲，都係有買餸、煮餸、洗遮、做清潔。多謝先生，多謝太太，小順 in 香港，拜拜。